求你顾念所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满有了强暴的居所，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我们请号角队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的开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早晨召聚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坛前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求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有安静的心，能够看到神你的荣美就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教堂来彰显。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翻开心灵粮诗选57首快乐歌。